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今天我来到新竹关西，走在百年的街道上，感觉到关西跟其他客庄不同的宁静气氛。咦，前面的墙上有些壁画，到底壁画上画了什么故事？你现在在看什么啊？我在看这一幅画，哎，应该是打铁，因为我以前有帮忙那个打铁师傅打铁过。这样子啊，你看得懂吗？应该没问题了啊。所以这个画里面有含义吗？这个画里面就是以前我们这边石碇尾的那个老店啊，关西都落寞了嘛，要把它复古起来这样子。原来他就是创作墙上这一系列描绘早年关西客庄生活壁画的廖生贵老师。他说，墙上所画的都是关西客家人早年的生活，可惜现代的年轻人都看不懂了。那这幅画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这幅画是打石的，以前的农家用的石头大部分都是打石店打出来的，像猪吃的猪槽啊。是过年用的那磨石啊，磨米浆的磨石啊，墓碑啊，大部分都是从这边打出来的。所以过去这边有很多的打石店。对。所以才取名叫石店。对，整天敲敲打打，电影香这样的。闲谈之中才发现，廖老师是现在极少数还能够画电影看板的人。你过去画过这么多电影海报啊，然后已经封笔30年了，为什么现在会想要回来关西画画？那个是因缘际会吧。这个文化局刚好有这个心要打造我们关西，他去找很多人，结果问到我。我其实30几年不画了，以前没有相片啊，又把以前的想出来给画起来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老师画的画都是凭自己的记忆中画。对。以前我们这条街你想到的家庭用的什么店都有。就是现在慢慢的落后，把这些老字号的都淘汰掉了。所以这画出来给他们欣赏一下的，以前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这样。廖老师虽然封笔许久，但是为了钟爱的家乡关西，他仍然重拾画笔，一笔一画，再现当年关西这个客家大庄的风华。